第7篇，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正样。要读小学的时阵，同班有一个姓汤的同学，住伫阮兜附近，大家拢叫伊熊啊。伊的老爸伫干部局做主管，厝呢不离好业。40-50年前，普遍的家庭生活毋是真好过，闲的时甲士大人讨有钱，通买四手仔来食。总是熊啊，甲一般的囡仔完全拢无共款。三不五时会炸一寡离离酷酷的好食物来学校做大糕分互朋友。遐好食物，无论是什么糖仔饼，逐项拢包甲足好势，外壳阁拢写豆芽仔字。阮迄班的狗囡仔，无一人看捌，听熊啊讲，拢是因爸为干部局炸转来。熊啊人真好斗阵，阁不时咧做大糕，所以人缘袂歹，朋友真济。总是阁较好，嘛有一步歹，就是真无爱读册。尤其是阮迄班的老师，阁是特别熬修理囡仔。逐摆熊啊，若是互老师修理，隔日伊就倒学四过溜，一个选就几若日无看人影，害阮全班的同学拢咧笑想伊的四手啊。熊啊，阁有一项歹，就是真作孽，阁爱创治别人。会记得有一摆过年，伊买真济炮仔，分互厝边头尾的囡仔耍，大家互相拼来拼去。熊啊耍的炮仔，甲大家拢无共款，真大粒，拼咧阁真大声。阮当时号迄种叫金光炮，伊将炮攥咧手，等待引火要倒到炮仔，才等位人济所在去。看别人惊甲哀哀叫，伊是欢喜甲笑嗨嗨。小学毕业了后，熊啊嘛吊车尾，考到一间初中，总是无偌久就去互学校退学。除了无爱读册以外，听讲是因为有钱，佮爱做大糕，交一寡阿里不达的朋友，歹品行无所不至，互学校寄几若支大糕，故不二中就来退学。但我做兵退伍，听讲伊对外岛当兵，互人判军法，加在老爸有钱，替伊走总，才有通出家。10多年前，我转去过年，听因厝边讲，阿雄啊的老爸为着伊来气死，原来就是老爸为着囝儿，毋望阿雄啊会通变好囝，就互伊学电子琴。想袂到伊学了，阁有3、2部册啊！因老爸一个欢喜，就甲买一台100万电子琴。后来刷去舞厅参加乐团，甲人伴奏。无拍算，熊仔伫迄种环境，食、饮、嫖、赌、目家，逐项拢会。乐团所赚的薪水嘛无够开，只好将迄台100万电子琴，甲扛去当店卖。结局因老爸就安尼互气死。记得有一摆拄着伊，看起来真落魄的款式，伊甲我讲，等待机会若到，伊要好好啊做人。想袂到即帮转去，佮听讲因为吸毒去关伫好尾监狱，食到50外，还佮咧坐监，想起来嘛真了然。真正是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正样。时常听到安尼咧讲，等我用较来信耶稣，等我退休较去做礼拜，等我有气力较来服侍主，
等我趁有钱较大大来奉献，等等。但机会是真普遍的借口。问题是人生有逐款机会，原本就伫头前咧等咱，等咱拍拼的机会，等咱反悔的机会，等咱信耶稣的机会，等咱服侍主的机会。特别是信耶稣、服侍主，拢着趁机会。上帝嘛不时机会互咱，亲像启示录2章21节所讲的。我互伊有时阵通反悔，看起来是机会咧等咱，毋是人咧等机会。所以机会着趁少年，毋通亲像圣经甲咱讲，主的日要到，亲像贼。迄时阵机会着无等咱到老咯。第7篇，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成样。要读小学的时阵，同班有一个姓汤的同学，住伫阮兜附近，大家拢叫伊熊啊。伊的老爸伫干部局做主管，厝呢不离好业。40-50年前，普遍的家庭生活毋是真好过，闲的时甲士大人讨有钱，通买四手仔来食。总是熊啊，甲一般的囡仔完全拢无共款。三不五时会炸一寡离离酷酷的好食物，来学校做大哥分互朋友。遐个好食物，无论是什么糖仔饼，逐项拢包甲足好势。外壳阁拢写豆芽字，阮迄班的高囡仔，无一人看捌。听熊仔讲，拢是因爸为干部局炸转来。熊仔人真好斗阵，阁不时咧做大哥，所以人缘袂歹，朋友真济。总是阁较好，嘛有一步歹，就是真无爱读册。尤其是阮迄班的老师，阁是特别熬修理囡仔。逐摆熊仔若是互老师修理，隔日伊就倒学四过溜，一个选就几若日无看人影，害阮全班的同学拢咧笑想伊的四手啊。熊仔阁有一项歹，就是真作孽，阁爱创治别人。会记得有一摆过年，伊买真济炮仔，分互厝边头尾的囡仔耍，大家互相拼来拼去。熊仔耍的炮仔，甲大家拢无共款，真大粒，拼咧阁真大声。阮当时号迄种叫金光炮，伊将炮攥咧手，等待引火要倒到炮仔，才等位人济所在去。看别人惊甲哀哀叫，伊是欢喜甲笑嗨嗨。小学毕业了后，熊仔嘛吊车尾，考到一间初中，总是无偌久就去互学校退学。除了无爱读册以外，听讲是因为有钱，阁爱做大哥，交一寡阿里不达的朋友，歹品行无所不至，互学校记几若支大过，故不二中就来退学。等我做兵退伍，听讲伊对外岛当兵，互人判军法。加在老爸有钱，替伊走总，才有通出家。10多年前，我转去过年，听因厝边讲，阿雄啊的老爸为着伊来气死，原来就是老爸为着囝儿，毋望阿雄啊会通变好囝，就互伊学电子琴。
想袂到伊学了，阁有三两步七啊！因老爸一个欢喜，就甲买一台100万电子琴，后来刷去舞厅参加乐团，甲人伴奏。无拍算，乡仔伫迄种环境，食饮嫖赌物价，逐项拢会。乐团所赚的薪水嘛无够开，只好将迄台100万电子琴，甲扛去当店卖。结局因老爸就安尼互气死。记得有一摆拄着伊，看起来真落魄的款式。伊甲我讲，等待机会若到，伊要好好啊做人。想袂到即放转去，佮听讲因为吸毒去关伫好买家乐，食到50外，还佮咧坐监，想起来嘛真了然，真正是少年未晓想，食老毋成样。时常听着安尼咧讲，等我用较来信耶稣，等我退休较去做礼拜，等我有气力较来服侍主，等我趁有钱较大大来奉献，等等。等机会是真普遍的借口。问题是人生有逐款机会，原本就伫头前咧等咱，等咱拍拼的机会，等咱反悔的机会，等咱信耶稣的机会，等咱服侍主的机会。特别是信耶稣、服侍主，拢着趁机会。上帝嘛不时机会互咱，亲像启示录2章21节所讲的。我互伊有时阵通反悔，看起来是机会咧等咱，毋是人咧等机会。所以机会着趁少年，毋通亲像圣经甲咱讲，主的日要到，亲像贼。迄时阵机会就无等咱到老咯。